呢度就係喺漁人堡嘅正下邊嘅前方拍佢呢個城堡嘅。咁啊，因為而家係黃昏，其實已經係日落咗㗎啦。咁啊，更加令到呢個城堡有種神秘嘅氛圍啦。因為暗淡嘅光線嘅緣故啦。咁啊，漁人堡啊，正對住落邊嘅就係多瑙河啦。而家喺山上，我陣間仲要落山。嗰邊對面就睇到佢嘅匈牙利嘅國會大廈啦。我哋聽日再去國會大廈參觀。咁啊，而家就行緊上呢座山上，呢座就係多瑙河北岸嘅城堡山。而家嘅目的地就係前面呢座城堡啦，呢座就係漁人堡啦。家陣喺下邊就好似隱約去啲樹木叢中嘅一座城堡咁啊。呢度漁人堡都係嚟布達佩斯旅遊嘅一個非常熱門嘅打卡點。見佢周圍城堡腳係有城牆嘅，呢啲城牆咧都係用啲原始嘅大石嚟到冧成嘅。當然呢座城堡嘅主樓咧，佢啲大石就修整得好方方正正。呢度望上去，主體都係用紅磚嘅建築。影相，係啊，穿過呢個樓梯，呢個樓梯好特別嘅，佢個頂啊都係用紅磚整成嘅圓頂，即係無需大嘅石梁嚟到搭過去頂嚟到支撐嘅呢種。有鐘聲響，因為隔離係有座教堂嘅。睇到佢嘅拱頂，哇！而家係咁啊！呢個漁人堡咧，因為係佢正多瑙河嘅北部嘅山上面，所以就一直都作為瞭望布達佩斯城市嘅地方。咁啊，呢度有塔樓上去瞭望台，但係就唔俾入嘅。咁啊，我哋喺度拍到成個布達佩斯市區啦，係好大嘅一個市區。仲有就係多瑙河啦。
漁人堡係建於1895年嘅。咁啊，你見到佢呢個堡上面有7座尖塔，就代表最初喺布達佩斯呢度居住嘅7個馬扎爾人部落。佢哋係喺羅馬年代之後最早嚟到布達佩斯定居嘅部落。布達佩斯嘅發展就係由佢哋起源嘅。咁呢個就係伊特萬立一世嘅銅像啦，就係1000年前嘅匈牙利國王啦。你可以將佢嚟到比似中國嘅秦始皇啦。呢個漁人堡咧，就喺中世紀嘅年代咧，係因為係由漁民協會嚟到駐紮喺度，守衛住呢度嘅城牆同埋據點，所以而得名叫做漁人堡嘅。但係到咗二戰期間咧，因為布達佩斯係受到圍城同埋轟炸嘅，所以漁人堡係受到咗嚴重嘅損毀嘅。但係二戰之後就係修復翻，成為而家咁嘅樣嘅。喺漁人堡後邊呢一座好靚、好大規模嘅教堂，就係馬加什教堂。呢座教堂始建於1015年，已經有過千年嘅歷史。佢係喺中世紀嘅時候，或者係中世紀之前係改建過嘅，成為而家咁嘅樣。係喺14世紀嘅下半期改建嘅，非常有歷史嘅。係布達區嘅裏邊嘅最大嘅教堂。布達佩斯喺多瑙河北邊嘅城區就叫做布達區，而南部就叫做佩斯區嘅。咁我哋而家所在呢個山上面呢個區域咧，就係布達區裏邊嘅城堡區。而家去教堂嘅正面睇下，教堂前邊呢座亦都係一座好靚嘅建築物啊！睇落就似一啲皇宮嘅皇室嘅行宮，或者係貴族嘅行宮之類嘅。呢度有一個紀念柱。呢座教堂亦都係哥德式嘅教堂。呢度係遊客嘅一個非常熱門嘅打卡地點嚟嘅。嚟到布達佩斯就推薦大家都嚟呢度參觀一下。佢呢個塔樓同匈牙利其他教堂係唔同嘅，佢係東歐式嘅建築同哥德式嘅建築混合埋一齊嘅。仲有西班牙嘅一啲風格，係綜合好多樣風格嘅。教堂正門似乎冇開門，咁就唔可以入去裏邊參觀。
咁啊，而家望去遠處呢條街上面嘅建築都係好靚嘅，好有特色嘅。見到有人過嚟影婚紗照，呢邊睇落去就係好明顯嘅西班牙式加老嘅哥德式嘅一個混合啦，好多尖塔，非常複雜嘅視覺效果。嚟到呢個漁人堡上邊，如果帶埋望遠鏡就更加好啦，因為你可以望整個布達佩斯市嘅市區睇得好清楚嘅，就係鳥瞰式嘅位置啦。行下行下，唔知我老婆行咗去邊度啦。我行一圈都揾佢唔到，可能去咗唔知邊個地方影相。呢度有個好細嘅門口，喺教堂後邊。呢個比較少有嘅。佢呢個教堂就唔係用彩色嘅玻璃窗嚟到做嗰啲玻璃畫。佢玻璃窗上係有畫嘅，但係可能係貼上去，或者係用，如果古代嘅話，可能係用酸嚟到酸蝕啲紋理上去咁樣。咁就又行翻嚟呢個伊特曼納一世呢個銅像呢度啦。咁啊，漁人堡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係咁。但是这块不打国会大厦了。好美，粉色的日落。现在已经看没什么。